自2026年2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因毋惊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25章第1节到1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25章。人若有争执，提出诉讼，审判官着定正直的做无罪，定做歹的做有罪。有罪人若应该受罚，着互迄个人伫审判官的面前拍伫涂骹，照伊犯罪的程度甲伊拍。毋过上侪通拍40下，毋通拍过头。若超过40下，就是侮辱即个兄弟。牛底墩5国，毋通甲伊挂喙烂。兄弟带做伙，若其中一个无囝就死，过身的人的某毋通嫁外人。伊丈夫的兄弟着带伊做某，甲伊同房，尽兄弟的本分。伊生的大囝着续接伊死去的丈夫的名分，才免迄个丈夫的名伫以色列中受除去。迄个人若无要带伊死去的兄弟的某，迄个负责人就着去广场的长老遐对因讲：我丈夫的兄弟毋肯伫以色列中甲伊死去的兄弟留户事，无要尽兄弟的本分。伫广场的长老着叫迄个人来，甲伊苦劝。伊若坚持无要甲带，迄个负责人着伫长老的面前惊活伊，甲烫话，搁撇喙烂伫伊的面讲：所有无要为着兄弟留后事的人，着安尼甲侮辱。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迄个人的家庭要叫做互人烫话的家。若有2个人相拍，其中一个人的某活来救伊的丈夫，伸手掠条另外一个人的下体，就着斩断迄个负责人的手，毋通可怜伊。恁的袋仔内毋通有大粒甲细粒的2款凊槌，厝内嘛毋通有大甲细的2款斗。着用准确公道的凊槌甲斗，通互恁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的地，食长岁寿。所有做无公道的代志的人，拢是上主恁的上帝所厌恶。着画记日恁出埃及的时，亚玛力人伫罗尼安怎对待恁？因伫罗尼攻击恁，当等恁野心无力的时，攻击恁后面软弱的人，因拢无得惊上帝。所以，到上主恁的上帝救恁脱离四围的对敌，互恁占领伊赏赐恁的地，享受太平。迄时，恁着将亚玛力的名对天下撤销，毋通袂记得。因毋惊上帝，因伫罗尼攻击恁，当等恁野心无力的时，攻击恁后面软弱的人，因拢无得惊上帝。这是亚玛力人的恶行。当以色列人拄搭对埃及做奴才一地被解救出来，经历红海的侵略，又搁伫旷野中精疲力尽，老弱妇孺落伫队伍后边的时，亚玛力人发动攻击，这毋是一场公平的战争，是一场残酷的偷袭，专门攻击
上脆弱、上无力自保的群体。这显示阿妈利人拢无怜悯，甚至带有圣人之为的恶意。阿妈利人毋单单是攻击以色列人，实际上因是伫挑战迄位拄搭行神业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上帝。阿玛利人明知上帝甲以色列人同在，却犹原选择甲上帝为敌，攻击伊所竞选拯救的子民。这是一种对上帝主权的藐视和公然反叛，因为因拢无得惊上帝。伫历史中，阿玛利人对以色列人的敌意，并毋是偶然出现的，是由来已久。阿玛利人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，第一个攻击因的民族。搁伫士师时代和扫罗王时代，持续对以色列造成威胁。因为安尼，阿玛利人代表的是一种持续毋悔改邪恶的力量。因拢无得惊上帝，意思是因无敬畏上帝。无敬畏上帝毋单单指一种特定的行为，搁较是一种内在的态度和灵性状态。圣火打劫圣人之为，圣人软弱之时，搁再补渡一刀，这个拢是袂记得上帝的目睭还伫看顾，袂记得上帝犹原咧掌权的藐视行为。安尼的人认为上帝无用目睭观看，因甲家己囥踮上帝位置顶面，用家己的欲望、想法也是标准做最高原则，毋是用上帝旨意为准则。当人无敬畏上帝，就袂搁再相信上帝良善和伊的计划，因选择按家己的方式做代志，就算迄甲上帝命令相违背。因为安尼，拢无得惊上帝，是关系上的背离，是对创造主和救赎主的权柄甲疼的根本拒绝。当人心中无上帝，就袂对人真心怜悯。毋单单安尼，当人无敬畏生命的创造主，自然也会轻视性命。无论家己、别人，还是其他受造物，进而诚侪暴力、杀害人等恶行的根源。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眠，嘛袂困去，爱时时敬畏上帝，莫想要偷袭人。今仔日就咱省察家己的心，看是毋是真正敬畏上帝。只有咱真正敬畏上帝时，咱的生命才会当充满怜悯，疼别人，搁荣耀上帝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捌恣意妄为，掠做上帝无咧看？我是毋是捌想要安怎就安怎，掠做上帝无咧看？咱来祈祷，永袂拄眠的上帝啊！当我面对有迄个时，有时阵也想要圣火打劫，也是圣人之为。面对软弱的人，有时阵也想要甲补一刀。我要向你认罪，这毋但看轻人，搁较反映我内心深处对你的疏离甲轻视。求你赦免我，管教我，帮助我，无论伫人的头前，还是伫人的后面，拢用敬畏来行每一步的路。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